米色咯。深度有一个蔬菜，有圆生气，有条的皮。深度有一个蔬菜，有条的皮，有光个葱。行过长巷，最沉嘅蔬菜有一件食堂。頭家講：歡迎大家來到客家美食樂，捱到嘅特色係所有食物做下係用米做嘅。人客問：客家人嘅美食有當多種類麼？頭家回答：唔通過客家版食嘢麼？頭水、油水嘅、二翅、糍粑嘅、三甜版、鹹甜版、飯頭版、鳳頭版、四色鹽、板鹽、石鹽、鹽版、五包、豬籠版、番薯菜包、椰菜包、六種、米種、板種、麴種、切碗版、水版嘅、白魔酥、米奇木、九層版、板條、面趴版、石鳳頭、鳳版、龜版、長前版、新店版，唔看，像係版類就有按多種呢。做乜嘅客家人要按到用米做嘅食物？頭家回答：食飯較改包啊！頭擺農耕時代，客家人喺啲山區耕種收成之後，為到呢片保存後代，會將糯米做成各種版嘅食品。另外，都會年節慶典，家家戶戶也會磨米，再配上各種配料，製出各式各樣米做嘅點心，來祭拜神明祖先，保佑合家平安，也來招待親戚朋友。人客問：年初過正月吧，愛食乜嘅真好？頭家講：我來問糯米做嘅板鹽麼？小碌碌嘅，成牙又唔會黏。撈糯米、斬米，同水攞做板漿，再裝入布袋底度，用刀砂摘出多嘅水分，做成板車。切一部分煮熟嘅做板麻，再浸入板車內，切到軟軟。邊幾道板麻，太有學問咯。特色唔拉鹽，特到超唔綿。切好嘅板車分做細塊，擀成面皮，放入中意嘅女牙落鑊煮，煮到板鹽泡起來就完成咧。板鹽順後挖挑，熱頭講鹽絲倒流，就將轉到老嘅烘後。人客問：正月班搶食板鹽天天啊！頭家講：還有一種不勝特殊嘅食品，按到新店版，攞佢貼起來敬拜天地，搭車天公，祈求保佑世人嘅康健狀態。撈糯米同蓬萊米，攞做板漿，摘出水，大約7分鐘，將生米團放入籠床，蒸到熟，抹地位油，放入木味，塗上色，食嘅時節切長條，俾地位鹽水，蒸來煎，長酥幸福年年。有一個人客講：我哋糯米做嘅客家菜包也當好食。客家菜包香噴噴嘅，濃狀煮嘅鹽滾滾嘅，糯米做外皮，包入好食嘅料，看起來就像頭擺裝煮嘅竹籠嘅，故所按到竹籠版。清明時節也會做來拜阿公婆。有一名人客問：有板條嗎？頭家講：愛食糯米絲，就愛點板條，強強嘅嚼，甜甜嘅咬，滑順又耐炒。撈水同斬米，
农作办将当日木的地度装平整熟，将整好的板片扎好，用刀的切到拄好法，加入配料向下炒，炒半条就完成嘞。我想食米奇木，冇问题。米奇木、糖中破，条条清楚，好好满足。老菜里面拿做酱，加点的番薯粉同水做拌菜，将拌菜浸入滚水底肚煮，煮好过冷水，同配料向下煮，也是炒，也是加入糖水，变成米奇木饼。唔管鹹嘅、甜嘅，做下啱好食咯。有人問。份上喜慶是乜嘅？頭家講，份上喜慶，神明上拜爺，少唔睇糍粑嘅，招待人客。將糯米整熟，放入中球底肚中，各用手切。食的時節，混飯頭粉，香香軟軟，當彈啊！頭家講，係講5月5個5月節。7月辦普渡，做下20種嘅，唔管係期中也係鹹中，真有一點鐘大粒食得飽。迎客開用燒面，頭家請食甜品。嗰件事做乜嘅太鐵嘅係阿婆來做甜品？因為甜品嘅外形獎模，關係未來1年嘅運勢不甚重要哦。老糯米浸透攞做拌醬，煮紅糖水，加入汁鹽，上農場，大火蒸熟，就做得嘞。有人會加烏麥來調味，水紅色嘅甜品，象徵健豐大吉，圓滿美好。